再来看台东关渡野乡和平社区阿美族的一个部落，因计共700多只狗仔，有当时狗仔会真歹，乌被飞经过的人驾车，所以部落拍算要来定饲狗公约，约束大家狗仔着爱保护好，喙嘛爱刮，防止咬人的套啊。也毋过部落的人目前是阁还无共识。伫鹿野乡阿美族巴拉亚拜部落内面，大部分的狗拢无白条的，伫咧路的四过行，看到新婚人就一直飞。当地居民讲，部落内面的居民差不多300人，狗就有100多只。这马部落又搁加一个过去国军驻守铁路桥的中兴公扫观光景点。部落会议担心，狗若无绑起来，会对过路的人甲车造成危险，也会造成环境垃圾。拍算要制定11条部落饲狗公约，争取经费买铁链仔甲喙套，互大家管好家己的狗。规定的重点啊，当然就是说，在饲主方面，他必须要去做一个对自己宠物的一个约束啦，就是绑起来。不过当地昨年饲狗饲几多年啊，狗伫咧部落内面会当维护治安，对饲狗公约也无共识。通常我们这边的人他不会讲，这个是好处在这边。不然都没有绑，你看有时候就会追摩托车啊。台东县政府讲，欢迎部落家己制定饲宠物的公约。不过伫即卖动保法内面就已经有规定，宠物出入公共场所应该看守啊。若违反规定，会当罚3000到15000。若是造成别人受伤，会罚更较重。甚至如果是犬只是具有攻击性的话，那这一部分甚至罚款还会再继续更高，甚至还可以没入宠物。巴拉亚拜部落会议表示，饲狗公约内面即马无制定要安怎罚，是流程坑倒，莫互族人被罚。希望大家拢管好家己的狗，赶紧有共识，互游客来部落耍会当较安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